婚礼馆长有一位乡亲张婉玉，用番麦壳来做工艺品，做人红啊，做花，做帽啊，把农业的废弃物变做宝。农业废弃物番麦壳经过张婉玉的脚手，变做一蕊一蕊真美丽花。馆长有一位专家叫做张婉玉，透过家己学，将无要滴的番麦壳搁再利用，开发出真侪当看水、搁有实用性的工艺品。若解决农业废弃物的问题，嘛互社会许多人有技能通做。最初的时候我是因为想要让就是社区有一点经济，那有了玉米之后，就会有很多玉米壳剩下的东西。张婉玉嘛讲，看起来简单普通的番麦壳创作，其实为材料处理都需要用真侪时间和心力。那我本身就是很喜欢做娃娃的东西，我就想说，那就可以来做连结。把农业废弃物变做艺术品，那展现真厉害手艺功夫，嘛有更侪人了解回收搁再利用的好观念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